这个字真的很漂亮哦，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线条点画真的很美。啊，它都有砍拖那弄的。这个尖变，好，所以你看这边上去你会读到，对不对？腾空一点，好，对对对。起，好，同学刚刚一开始你的作品上面那个智巧兼修哈，其实左边都是一样的写法。